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在妈妈。若讲到台湾茶，大家想到的是乌龙茶、包种茶，不过这个茶也有人叫伊老人茶。有年岁的人较接咧泡，少年人爱啉的是甲西洋人相共的红茶。其实台湾足早就有红茶啊，而且有一段时间台湾红茶外销是比乌龙茶搁较济。台湾红茶有啥物无相共？台湾红茶安怎来的？今日我来讲红茶。咱咧讲老人茶，也是茶米茶的时阵，真少是咧讲红茶。伫华语词典内底写讲，老人茶嘛号做功夫茶，就是泡茶时就要有功夫，就要真讲究，用细茶果、细喉仔，搁要了真侪时间才啉会到的茶，所以叫做老人茶。因为有岁也是退休的人才有时间去泡这款茶，所以老人茶不是某一种茶，是伊泡的方式，而且伊的泡法是会一直搁冲水落去。乌龙茶、包种茶，台湾做的半发酵的茶是较适合。若无发酵过的绿茶，也是完全发酵的红茶，拢是泡一摆就稀煞啊。继续泡就较歹啉。茶米茶这个名是有原因的，因为这款半发酵的茶会先烂过，茶叶就会变一粒一粒像米安尼，所以这个茶拢叫做茶米茶。因过有真济无相共的青草仔茶，用无共的药草仔，嘛有麦仔茶、菊花茶。所以为着要甲这个不是茶树生产出来的茶会当分别，才甲叫做茶米茶。那红茶是安怎来到台湾？在清国的时阵，台湾茶就卖去到国外，不过迄当阵咧卖是台湾这款半发酵的乌龙茶。迄时正伫台湾的，就是适合做青茶，也是乌龙茶的细叶茶树。有记载讲，老兵团因为别人甲介绍，伊有想过要引进印度的红茶的这款品种入来种，嘛要请印度的技师来做红茶。迄当阵想要引进的，就是印度大叶的茶树阿萨姆这款，毋过茶农反对，所以这件代志都无啊。大清时期的乌龙茶的生理，拢伫外国洋行的手中。这伫进前的节目捌讲过，真正要开始做红茶是已经到日本时代啊。日本人咧统治台湾的期间，红茶变做是外销产品。日本人是安怎想要伫台湾做红茶？因为红茶伫世界的销路哪来哪好，日本人看到中国甲印度的红茶出口拢做了真好，嘛想要伫台湾做红茶。佮再来就是讲，为着要甲卖乌龙茶的这个外国洋行竞争，因为自大清国的时代开始，台湾乌龙茶的通路拢伫这外国人的手头，总督府就想要做别款茶嘛来出口，所以日本政府鼓励日本的企业来台湾投资做红茶，互因真济补助。过去乌龙茶外销是这个洋行因甲茶交互马丁馆，马丁馆则个提起互卖茶的茶馆，也是茶行。这个茶行则个贷款转来互这个茶农甲做茶人，就是这件生意中经过几若手。到日本时代做红茶的时阵，总督府摕袂少钱出来，
伊也提供土地予人种地，佮补助这日本公司进口机械，所以红茶的制作是为地园到做好出口，拢总是这日本公司家己来。这款做茶生意的方式改变，嘛互这英国洋行因无法度竞争，嘛无法度佮继续控制茶的生意啊。1933年的时阵，拄好产红茶的印度、锡兰这个地区因限制出口量，所以台湾的红茶的产量就增加袂少，因为外销变佮较好。1934年的时阵，红茶的产量已经有到500万斤。为着要做红茶，日本人足早伫1896年的时阵，就伫台北百节堡，就是即马的土城这个所在，设一间制茶试验所。伫遐，因毋但研究红茶，嘛研究乌龙茶甲青茶。后来，佮伫桃园安平嘛设一间试验所，专门来研究红茶的试验所，是1936年的时阵设伫鱼池乡。这间即马也佮伫咧，改号做茶甲饮料作物改良厂。因为总督府引进做红茶的印度阿萨姆这款品种，这款大叶茶树适合种伫较湿的大蒙的所在，因就经伫鱼池乡大量去种阿萨姆，因为伫遐的气候上适合，所以日月潭才会变做台湾大叶种红茶的故乡。伫红茶卖了上好的时阵，日月潭的红茶有差不多3000多公顷，是一直到1970年代，台湾茶的外销减少，国内消费嘛变做啉高山乌龙茶，红茶继续变歹了，日月潭遐转改落去种槟榔。为着培养这人才，总督府伫新庄郡南口庄佮设一间茶叶传习所，这间是教育甲研究的机构，因会负责去外口讲习教做茶。这间学校第一届就收45个学生，伊特别规定是厝内本地就有咧种茶，也是做茶的人，而且佮爱查甫的15岁至30岁才会使去报名。伊也佮有要求，至少都爱讲学校出业。这个学生伫遐受训一冬，学安怎种茶，安怎做茶，嘛学这机械的操作、工厂的管理，因要得去实习。另外是逐个月会当领到15元的生活费。出业了，因就一定爱伫台湾做茶，至少2冬以上。头期生红茶主要种伫台北州、新德州甲台中州。到后来，因为销路好，也佮有日本公司转去高雄、花莲甲台东种红茶、做红茶。伫迄个年代，三井合名会社因做的日东红茶是足出名的。日东算是台湾头一个有品牌的茶。真正咧卖乌龙茶的时阵，敢若知影是台湾的茶，毋过无一个牌子。三井合名会社是三井财团内面的一间公司。老实讲，三井伫台湾迄当阵的投资是足侪项，有咧挖矿的，有做樟脑的生意，有开真大间的制糖会社，佮有物产会社种种。所以红茶对因来讲，只是真细的一部分。伫战后，农林处伊就接管三井合名会社，甲日本北京制茶工厂，一直到1960年代，外销生意也是真好。后来是因为斯里兰卡的红茶佮较俗，台湾的人工也变贵啊，所以只好改来销。毋过红茶介绍甲生意无亲像半发价的乌龙茶、包装茶遐尼好。自从日本时代，日本人都伫台湾咧广告红茶，啉的人嘛有咧增加，只不过就是要偌济。
前后也是相共。内销的红茶是一直等到1980年代尾期泡沫红茶时行的时阵，也是卖早顿开始卖红茶，才阁有人客。一直到即马，红茶才变做是足侪人咧啉的饮料。老实讲，我本来今日是要讲为泡沫红茶到珍珠奶茶这段时间台湾饮料的变化。结果发现本地产低米茶的三杰，伫日本时代种的是红茶，感觉真趣味。所以今日我就先讲日本人伫台湾种红茶的故事。后摆若有机会会煞咧讲现主时行的红茶饮料。最近的节目拢较短，年底要到，有影较无用。特别是我会希望11月底台湾女性人物群像这本册就会当甲大家见面。做这本册我上感谢的是赖心怡，伊倒解台文，有一个台语专家倒解，有影是无相共。一摆8万外字的册总共录起来变做是6点钟外的声档，请大家期待。电子报的读者应该是会先收到出版的消息。若还未订台语生活电子报的听友，这部的文字小解有电啊，会使赶紧去订。也有，请毋通袂记得，逐礼拜5拢有一个 YouTube 的影片，互大家甲厝内囡仔，也是学校的学生啊，做伙来了解咱逐工咧食的菜甲相关的技术。广告就先讲到这。大家若是对这个节目的内容有任何想法甲看法，拢欢迎写批来甲我讲。嘛请会记得追踪这个节目，推荐给你的亲戚朋友，伫平台留5粒星留话给我。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，伫这个节目的文字小解有EC 连啊。真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现在妈妈，大家再会。